Hi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去水腫嘅 tips。成段 video 呢，我都會用插畫嘅形式嚟去形容嘅，希望大家睇得明啦。朝頭早起身，極度水腫啊！等我嗱臨刷個牙、洗個面，急救一下先。飲水其實可以排毒㗎。如果你飲得唔夠水，身體裏邊嘅廢水就會積聚，會令到你更加水腫㗎。飲完水，紮返條辮，嗱臨通淋巴先。乜成個碌咁似？其實通淋巴唔一定要買牛骨去刮痧，你可以用手指啦、手指骨啦，甚至乎係匙羹都得嘅。通淋巴多數會由左邊面先，由下到上，由內到外，一直往外去推壓嘅。由下巴開始，到面頰，去到額頭，咁樣嚟到推。做完塊面就要將多餘嘅水分排走。你會發現耳背後邊呢有個穴道，撳落去冤冤痛痛嘅，向下推，再往鎖骨嘅位置去推，再沿住鎖骨來回按壓。另外右邊面都係相同嘅做法。當然要全面去水腫，唔係淨係按下塊面咁簡單啦。保持健康嘅生活先至係王道啊！有足夠嘅休息亦都好緊要嘅，因為瞓覺呢係排毒嘅黃金時間。若然你唔夠瞓，啲毒素就自然會積聚噶啦。除咗夠瞓，仲要多做運動喎，因為做運動除咗係減肥之外，仲可以排毒噶。至於飲食方面呢，就切忌重口味啦，因為鈉係會積聚喺身體裏邊，導致水腫嘅。想去水唔一定要買沖劑飲嘅，有好多天然嘅食物都有去水嘅功效，例如紅豆、薏仁、木瓜、冬瓜、椰青等等，都係可以排水利尿嘅。不過身體比較虛嘅人就唔適宜成日食薏仁同埋椰青啦。照住以上方法去做，你一定可以變得更加健康同埋美麗動人㗎。我嘅 Facebook 幾乎係每一日都會更新㗎，你哋快啲嚟八卦一下我嘅 Facebook 啦！拜拜。